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8月5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生存法则，行善道走正路。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上12章15到25节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至于我，上主要我不断地为你们祷告，这样我才不至于得罪他。我会教导你们行善道走正路，要敬畏上主，忠诚尽心地侍奉他，要记住他为你们做的大事。撒母耳记上12章23到24节。小时候很喜欢看布袋戏，特别是当时正风行黄俊雄所演的云州大儒侠苏衍文他的这个布袋戏。另外我们熟悉的一个坏人叫做常进人钟家人，所以就会存钱去买他们的布偶来玩耍。跟左手演常进人正手的演苏衍文，那常常就让这些好坏人互相的来打斗。那最终我们都希望是好人史艳文会战胜常进人。其实我们人生就好像是在演布袋戏一样。精彩与否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布袋戏戏偶本身的穿着它的华丽，乃是在于掌戏偶的人的技术，是谁在掌握或是操演这个戏偶。那我们来想说，是谁在掌管或是操演你生命这出人生戏剧的掌管者呢？有的人就选择将人生这个布偶紧紧的套在自己的手掌中，选择全然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来规划自己的人生，舞动自己的人生而似乎也有人将人生这只布偶给套在魔鬼的手上，让他操纵自己的人生，以至于在社会我们常常看到负面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。为了一些钱可以杀害亲人，为了芝麻绿豆的小事可以乱砍人。当然也有一种聪明的人，他懂得将人生这只布偶交托在全能造物主的手中，懂得让上帝的手伸进自己的生命里来动工，让上帝的手借着自己的生命去演一出精彩绝伦、叫好又叫座的好戏。今天我们看这段的经文，以色列百姓他们想用自己的手、自己的力量还有他们的意志来掌管自己的人生，所以他们要求立一个王来统治他们，他们想要像其他的国家一样。撒母耳劝告百姓，虽然立了王，但是不可忽略让上主居在他们生命当中的首位，要继续敬畏侍奉这位上主，以及听从他的话。撒母耳借着祷告彰显上帝赐给他的全能。我们过去知道说，上帝使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，都会实现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所以他求上主做一件奇妙的事，就是让百姓真正知道自己的罪。在17节里面提到说，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？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打雷降雨。18节说，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。弟兄姐妹，这个雨还不是一般偶尔来的雨，是在不该有的季节，而且我们绝对相信那天的雷雨是很特别的雷雨。所以众民便开始惧怕
耶和华上帝，还有撒母耳。那撒母耳祷告，求天开，天就开；求降雨，就降下大雷雨。这件事让百姓从心里知道，他们自己因为要为自己立王他们知错了，而且开始警戒他们动了对上主敬畏的心。这心里的惧怕，是因为他们知道得罪了这位上主，所以他们应该要敬畏这位上帝哦。那撒母耳看见他们害怕，就安慰他们，就是不要惧怕。他给他们指引一个生存的法则：如果你们要平安度日，你们就要遵照这个法则来做。所以他告诉百姓，他们虽然行了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上帝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所以上帝既然喜悦选他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他们。所以撒母耳就向百姓来承诺说，今后他将以2件事情为自己的责任。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不停的为你们祷告，以免你们得罪上帝。第二件事情乃是他要教导以色列百姓，就是让他们走在正道上面，就在上主圣善的道路当中，不偏离左右。撒母耳说他如何忠心于祭司的职分。撒母耳被立为祭司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想说祭司的职分哦。撒母耳不再重于替人献祭，圣经记载说他替人献祭的事并不多，但圣经记载他为人的祷告的事却比比皆是。甚至他和摩西被列为旧约2位最有祷告执事的先知，这个是在耶利米书的15章第1节。代祷是祭司最重要的工作，因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也是永远活着，替我们祈求，这是在希伯来书7章25节。那我们基督的信仰提醒我们信徒皆祭司，所以我们的职分职责就是代表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为他们祈求祷告，使他们能够走在上主救恩的真道上面。除了为百姓代祷之外，撒母耳他也为以色列人就是警告他们，还有说安慰的话。立王的事的确是犯了大错，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耶和华做你们的王。虽然这一个错不能挽回，只是百姓还可以被挽回，所以要留意准确的活在上帝的面前。这时候百姓他们知道罪，他们认罪，所以撒母耳就鼓励他们不要惧怕，当诚诚实实来尽心侍奉上帝，上帝必不撇弃你们。同时也警告，如果你们如果继续作恶，那你们和你们的王就一定会一同灭亡。我们来默想，撒母耳答应要自己为以色列百姓不断的祷告，并以善道和正路来指教他们。你是否有为你还有未信的亲人朋友来祷告，并与他们分享福音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怜恤人、赦免人过犯的真神，祈求你使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的生命法则，就是遵守你的话语，不偏左右。你怎样在以色列百姓身上动工，
也让圣灵来为我们代求，使我们能够全心来敬畏你，在你面前成为讨你喜悦、不得罪你的儿女，让我们不会任意而行，而是照着神你的心意而行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我们感谢您的收听，请继续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神的平安同在，有健康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